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第4节，19节到26节，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2节到19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5节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宝座长存。昨天我们谈到了约柜，约柜就是代表了上帝的宝座，因为约柜里放着上帝的十诫，就是上帝的话语，它有着上帝的权柄与能力的同在。因为当乌撒触摸即将要倾倒的约柜以后，有上帝的能力击杀了乌撒。又当大卫拒绝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约柜就被运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上帝的赐福就大大的临到俄别以东这个家庭。也因为如此，大卫他就决定要将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迎接进入大卫之城，并且大卫一路上大大的欢喜跳舞，并且献祭给上帝。全以色列人都一同欢喜吹哨，欢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2节到19节记载当时的情景。大卫王听说上主因约柜的缘故赐福给俄别以东一家人和他所属的一切，就用隆重典礼从俄别以东家里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抬上主约柜的人才走了6步，大卫就叫他们停下来，他向上主献公牛和肥畜为牲祭。大卫只在腰间围着一件麻纱以弗得尽情跳舞，荣耀上主。他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欢呼吹号角，把上主的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当上主的约柜进入大卫之城之后，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口观望，看见大卫跳跃舞蹈，就瞧不起他。他们把上主的约柜抬来，放在大卫预备好的帐篷下。然后大卫献烧化祭和平安祭给上主。献完后，大卫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祝福人民，并且分发食物给他们。所有在以色列的人，无论男女美人，得到1块饼、1块烤肉和一些葡萄干，大家就回家。关于扛约柜的事情，我们来分析，来了解其中的不同。我们要先从昨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来看。他们把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从山上亚比拿达的家运出来，由亚比拿达的2个儿子乌撒和亚希的约领路，亚希约走在前面。这一次是以新车，并且是用牛来托运。
经文第6节说到，当他们来到拿康的大卖场，拉车的牛差点绊倒了，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是由祭司们所扛。我们从约书亚记第3章第2节到第6节的经文来记载来看，3天以后，人民的领袖到营中各处，吩咐人民说：你们看见利未支族的祭司抬着上主你们上帝的约柜前进时，你们要拔营跟他们前进。你们没有到过这地方，所以他们会在前头领路，但是你们不要靠近约柜，要跟在约柜后面，保持约1公里路的距离。约书亚吩咐人民，你们要洁净自己，因为明天上主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然后他吩咐祭司们要抬起约柜，走在人民的前面，他们一一照办了。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记载了大卫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大卫之城，时候也是由人扛着来进入大卫之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扛约柜的方式。牛车载运自外邦的非利士人对待约柜的一个错误方式。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当非利士人归还约柜时候的一个记载。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迎接上主的宝座。我们不能学习大卫的方式，我们要诚心实意的欢迎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的宝座来做王。因为希伯来书第1章第5节到14节这样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做你的父亲。他也从来没有指着任何一个天使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上帝要差遣他的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又说，所有的天使都必须拜他。关于天使，